我久不见面后，爱你是安怎要使去看你？予我今这个好无？你回答我，好无？好无？相爱是需要改变的，咱改变真重要啊，改变。讲搁较多的甜言蜜语，迄是无温度的是毋是的爱？见面就是会当手牵手去散步，会当我伫你身边，予你摸我的头毛，我听会着你的心跳声。你敢无想安尼？敢无想？咱无爱啦，我想要去看你啦。莫搁讲你无闲，莫搁讲你无伫厝，我一定要去看你。看一等就好，看一等，我嘛甘愿，我嘛甘愿。我久搁见面后，爱你是安怎要使去看你？予我今这个好无？你回答我，好无？好无？好无？相爱是需要改变的，咱改变真重要啊，改变。讲搁较多的甜言蜜语，迄是无温度的是毋是的爱？见面就是会当手牵手去散步，会当我伫你身边，予你摸我的头毛，我听会着你的心跳声。你敢无想安尼？敢无想？咱无爱啦，我想要去看你啦。莫搁讲你无闲，莫搁讲你无伫厝，我一定要去看你。看一等就好。